歡迎嚟到學人沙龍。我哋行街、過隧道、搭地鐵嘅時候咧，有時都會聽到有人唱歌、跳舞或者變魔術咁樣。我哋可能會停低欣賞，但係有時咧又會快步走開。街頭表演究竟係藝術定係工作，定還是係一種被容忍又隨時被驅趕嘅存在呢？今晚我哋一齊講下街頭好聲音。先介紹下拍檔先，心理學家黃仲遠阿 Muse。Hello， 大家好。視覺藝術家李思瑜。Hello。同埋歌手羅海玲 Judas。Hello。歡迎你。大家嘅街頭表演嘅資歷係幾多啊？報一報數先。0。但我曾經有一次有諗過喺日本嘅。啊，係咩？係啊，係純粹嗰次咧係用晒啲錢，之後撳唔到錢，諗住表演一次，攞到錢可以搭車。我真係有諗過表演啲 juggling 啊咁嗰啲，係啊。但係咧，當我要做嘅時候咧，我好大心理壓力。係啊，做唔到，跟住我寧願就不如再揾第二個途徑，再去揾下其他地方撳錢啦，問香港人借錢啦，類似都係咁樣嘅情況。我以為你係嗰啲去廟街度咧，即係都俾錢又唱兩首嗰啲都有試過啊嘛。咁冇，都真係冇啊，冇。Ava 咧，我自己都諗緊一樣嘢，就係如果街頭畫畫算唔算係一種即係街頭嘅表演？因為我自己生性就比較害羞啦，通常都係匿埋畫嘅多，但係亦都有試過係收commission 而係喺街嘅一啲場度畫畫嘅。咁我畫嘅時候就好大心理壓力嘅，因為啲人行過就會喺度望。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需要勇氣同埋膽量嘅地方。但係如果要點樣 define， 我唔知道要點樣先為之係街頭表演。咁我就問翻資深嘅喺街頭表演嘅即係 Judas 點樣先算呢？其實我自己就唱歌啦，咁畫畫咧都算係啦。其實我覺得啦，充滿藝術氣息嘅，而又可以有翻咁上下嘅功架俾人去欣賞嘅時候咧，就隨時已經可以係一個街頭表演，街頭賣藝。係我自己咧又真係試過嘅。係啊。就喺歐洲嘅時候，都係嗰啲即係冇咩旅費啦，然後就即係都係即係博人哋唔識聽廣東話啦。咁喺嗰個場景之下咧，就即係攞支吉他咁樣唱兩嘴，都咧係完全呃唔到飯食嘅。即係你表演啫，冇話有觀眾噶嘛，即係係嘛？就算簽晒經理人咁樣，都未必要開到 concert 噶嘛。即係冇即係表演同埋有冇觀眾係兩個概念嚟嘅。但係街頭表演個特色就係咩？就係嗰樣嘢好即時嘅，其實。即係話你個表演本身究竟個反應係點啦？大家中唔中意啦？大家會唔會留低啦？嗰個即時性我諗就係街頭表演嘅一個重心嚇。咁而乜嘢係表演？其實同一般我哋討論藝術嘅係其實冇乜大嘅分別咯。即係係嘛？所有我哋無論你諗到跳舞、唱歌、畫畫，但係畫畫可能係有對象啦。唔知道等陣可以再講下啦。即係係咪即係你坐低我幫你畫嗰啲係一個街頭嘅表演一部分啦？定係還是你話變魔術啊、玩雜技啊，即係好多各種各樣嘅嘢，我都見到街頭表演裏面發生嘅。其實講到尾，即係其實你喺街頭表演幾長時間度啊？我諗大概有10年左右咯。係10年裏邊，其實你自己嘅經驗話俾你聽，有冇喺唔同嘅時候對於乜嘢係街頭表演，其實個理解都有唔同？有嘅，一開始咧，我會覺得比較輕視咗呢一件事，係有少少係覺得自己其實功夫未到家，咁我不如試下咯，即係冇所謂啦。如果有人唔中意嘅話，咁可能過嚟話我又冇乜所謂喎。但係最緊要儲經驗咁樣咯。咁但係之後諗翻起自己一開始咁樣諗咧，就覺得哎呀會唔會唔夠尊重呢件事咧？咁所以嗰個心態上咧都有啲轉換過嘅。街頭表演最早可以從幾時開始講起？其實 busking 街頭表演呢一樣嘢咧，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㗎啦。最早咧我查過咧，就係可以追溯翻去古羅馬嘅時期。當時咧係主要為農業或者宗教一啲節慶裏邊咧，就有啲音樂家或者小丑會喺度表演嘅。而當中咧有唔少咧係獲得釋放嘅奴隸。咁佢哋去學習咗一啲特定嘅技能之後，就去到即係公共嗰度去謀生啦。咁然之後去到中世紀嘅歐洲嘅時候，都會
會有一啲音樂家或者表演者係受僱於城市嘅，佢哋係叫做第一反應者，佢會帶上一啲臂章咁嘅嘢，宣誓去就職，係強調咗公共服務嘅呢一個角色㗎。然後現代嘅街頭表演咧，就可能係19世紀嘅倫敦啦，咁就有好多藝術家咧就會喺呢一啲地方公眾嘅地方去到謀生。而現代嘅話都有而家都好蓬勃啦。而美國嘅爵士樂其實都係喺街頭興起㗎。我諗我哋講即係街頭表演，攞一個比較闊啲嘅定義，就係喺街頭上邊從事唔同形式嘅表演。但係同時間應該係會換取到一啲金錢嘅報酬嘅。即係呢個係好多時我哋話街頭表演嘅一個定義啦。咁而點解會有街頭表演？就係因為個舞台本身唔係一個每個人都可以上到去嘅地方，即係有一個劇院係嘛，有一個音樂廳咁樣，咁唔係個個表演者都可以去到。而街頭其實本身好似就係一種可以即係讓唔同人係嘛，喺唔同嘅程度都可以表演到咁。係啊，我覺得街頭呢個字係緊要嘅，係因為嗱，佢其實佢係象徵咗公共空間。我認為街頭表演某程度上係要係喺一個公共空間，即係話咧你途人係可以隨時進出嘅，係啦。而嗰個表演者咧，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喺嗰度隨便去表演嘅，係啦。即係佢冇一個關卡，唔係一個私人嘅地方。因為我某程度上覺得街頭表演就係表演者、觀眾同公共空間係啦，三者嘅一個互動嘅係啦，有唔同嘅一啲嘅關係喺度係啦。但係雖然我哋講到金錢係重要嘅，因為佢需要定義呢樣嘢啊嘛，即係唔係喺街頭度即係唱下歌就叫表演㗎嘛，即係佢要定義嗰個互相嗰個互動，即係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嘅互動，透過金錢。但係透過即係喺街頭表演去賺親飯食，其實又唔太可能㗎嘛。咁所以我諗街頭表演者為嘅除咗金錢之外，應該有更多嘅嘢係嘛？有更多其他嘅事情。有嘅，我自己咧就會覺得睇翻觀眾嘅反應咯，即係我有一次啦，我可以分享有一次經驗咧，就係咁我如常咁樣唱啦，唱，跟住唱到咁上下咧，見到有位女士行過啦，咁佢就停咗喺度聽下咧，佢又喺度冇啦爆喊喎，跟住我心諗，咦，我係咪令到佢唔舒服定係還是係乜嘢咧？咁完咗首歌之後咧，佢就走過嚟同我講話我今日咧其實本身好唔開心，但係咧我聽到你唱歌之後咧，佢話唔係你首歌嗰個內容啊，係你把聲令到我覺得個心舒服咗好多，所以多謝你咁樣。咁我由嗰一次之後咧，我就覺得除咗喺表演上即係滿足自己想唱歌嗰種表演欲啦，嗰種我自己嘅開心歡愉之外咧，原來暗暗中咧、暗暗地咧係都係幫到觀眾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除咗呢樣，即係除咗我自己嘅興趣啦，除咗可能啱啱米哈講嘅打賞啦之外咧，幫到人都好緊要。係，但係呢一個例如本身唱歌就係會幫到其他人嘅情緒嘅一個流動、投射、實踐咁樣嘅咧，即時喺街頭上邊嗰種表演又有咩唔同咧？即係相對於我通過可能電視，然後再將我嘅歌聲傳出去，嗰個互動嘅性質有咩唔同？嗰個性質係我會咁樣稱之為有來有回咯。係啦，即係我掉咗俾你，你即時又掉翻俾我，咁就好真咯。係啊，好直接。喺你咁多年即係因為呢度係得你係真係叫做真嘅街頭表演者，必須要問你有冇一種就係突然間有一日覺得，原來喺唱歌裏邊咧有一樣嘢，或者表演裏邊咧係某啲嘅技巧係，我要去捉住途人嘅，即係話喺個技巧上或者表演上嘅調整，令到啲人唔係就咁行過，而係會駐足嘅。其實有冇呢一種嘅技巧喺裏邊？有，係啦，我諗呢樣係我自己咧做咗半年左右先發現到嘅。咁一開始咧我就有個對比嘅，自己咧就覺得好似係我係為興趣啊嘛，咁就好似唱俾自己聽咁咯，咁啊好似多數望地下啊，唔知望咗邊啊咁樣。咁如果到咗之後有咗經驗咧，就發覺咧點樣可以令啲途人會駐足咧？就係你要俾啲眼神去望一望佢哋嘅，同埋唱嘅嗰個聲帶聲線嘅運用咧，你要唱開出去咯。係啦，你要好似講嘢俾人知，你都係講俾人知，就唔係講俾自己知。即係個唱歌都係 projection 夠遠。係啦。
呢個係其中一個覺得好關鍵嘅，對於街頭表演，因為觀眾個反應，我特別覺得係嗱，因為你喺街頭表演，如果你只係一個表演，其實我可以喺任何個場地，跟住自我享樂，係咪就已經 OK？喺街頭表演就其實某程度上，頭先所講嘅話有收入啦。我諗其中一個好着重嘅就係我同觀眾嘅互動，就係頭先所講，你喺熒光幕你唔可以即時，咦佢好似有少少聲，我又望下佢嗰邊，跟住佢又真係覺得我係被人哋注意緊，我個觀眾本身。咁所以咧對佢嚟講咧，呢一樣嘢係緊要嘅。我甚至乎認為係佢表演嘅一部分嚟㗎，因為咧其實企喺度睇嘅觀眾，例如我睇緊阿 Judith 去表演，其實會同時間係留意緊側邊嘅人人多啦，佢哋有啲咩表現啦，有冇人會喐下個身跳舞啦，我應唔應該要做啦？其實呢啲咧，我認為都係街頭表演嘅一種觀眾嚟講嘅趣味嚟嘅。係，同埋我好覺得係要一路重視翻，就係嗰個係一個表演，而其中一個佢哋係會有嗰個打賞嘅互動嘅重要性喺邊咧？就係其實個表演者有個自覺，就係你嘅表演咧係值得有人打賞。但呢個好緊要，即係咧我哋成日強調緊街頭表演係一個訓練場，係嘅，但係都係應該去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嘅訓練場，即係唔係咧你喺度學緊連個 call 都未齊咁嘅時候咧就出嚟喺度表演，然後要公眾去聽你練習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公共空間嘅開放。即係點解途人要讓出某一部分嘅公共空間俾你去表演？係因為你應該到咗某一個層次、某一個嘅高度，係已經構成一個表演。而嗰樣嘢嘅自我衡量就係你自己問自己先，個表演咧係咪值得有人打上嚟㗎？如果連自己都過唔到咧，咁係應該再訓練下，就唔好出嚟去影響咗、干擾咗個公共空間嘅使用。你頭先咧傾偈嗰陣講到話咧，你嘅年資大概有10年左右，你覺得有冇啲變化？即係有社交媒體網上嘅傳播之下，即係以前就可能覺得多唔多人圍觀或者係打賞嗰樣嘢係好重要咁樣啦。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反而係 prefer 好多人拍完之後去傳播開去？即係有多一啲表演音樂表演而家係互動性更強嘅，譬如話去 looping 嗰樣嘢，就去錄音外國嗰啲咧會錄啲 BB 嗰啲一下聲或者貓狗嘅聲，然之後就無限即場就喺度 loop 啦 ，looping station 咁，然後啲人覺得好得意嘅 BB 聲都變到音樂，跟就咁樣會就 viral 傳播開去。你點樣睇呢樣嘢？同埋你有冇即係運用呢樣嘢啊？我自己之前咧就有買過一啲器材啦，咁佢就可以咧玩到和音嘅，因為我多數 busking 咧我都係自己一個去，咁其實有時咧都係有啲孤獨感嘅，咁我覺得自己孤獨咧係唔緊要嘅，但係究竟觀眾睇會唔會好單一咧？即係點解 Judith 成日都係自己一個嘅咧？咁所以曾經有一期咧，我就有用過和音機呢樣嘢。係嗱，呢度涉及到喺街頭表演咧，器材嘅使用究竟係重要啊，定係還是會造成其他嘅爭議咧？翻嚟繼續傾。繼續學人沙龍，我哋傾下咧街頭好聲音。剛才咧 Judith 咧就講到關於器材嘅，咁器材第一件事咧先唔好講太複雜、太 technical 嗰啲先，即係 loop 住去幫手自己襯住個底嗰啲，令到你即係唔係咁孤單嚇，唔係一個人。第一個好多爭議嘅器材咧，其實係嗰個即係擴音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唔開擴音，又好似即係大家聽唔到啊，聚唔到人咁。一開咧又有人投訴，其實嗰個拿捏係點樣搞嘅咧？我自己就會細聲啲咯，係啊，同埋睇下嗰個距離咯，即係同行人嗰個距離。如果嗰度真係地方闊啲嘅，行人遠少少嘅，咁咪大聲少少咯，係啦，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我哋做 busker 嘅就預計下究竟觀眾係聽嗰個聲係咪接受咯？如果我自己行過嘅話，究竟又會覺得係點？係有啲人咧，可能即係我聽過有啲行家講啦。咁梗係大聲啲啦，我驚人聽唔到啊嘛，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咁就唔係幾好啦。如果到時咧騷擾到人咧，人哋有反感咧，咁就失去咗原本嗰個原意咯。係啊，都真係嘅，即係我諗我哋去睇翻，即係例如喺香港，我哋見到從千禧年之後，即係街頭表演開始，你見到
一個叫做武裝化，咩意思咧？就係大家喺度鬥多器材啦。鬥大聲啦，然後到最後就係大家都冇得做啦，因為就係基本上就係個城市唔能夠容許呢一個個街係大聲到一個係會騷擾到太多人嘅狀況。咁其實呢一個我諗就係當未有一種好好嘅生態出現嘅時候，可能就會令到嗰件事好難做落去。係啊，因為我覺得街頭表演其中同空間嘅關係咧係。你有冇提升到嗰個空間？所以頭先同你所講咧話，喂，你最少都要有某一個程度嘅技巧，你先至應該去表演。因為當你喺表演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嗰個空間裏邊咧係被提升咗嘅，所以令到嚇，即係可能周圍有居民啦，個居民都會覺得啊呢樣嘢擺喺度嘅存在其實都唔錯喎。對於我個工作居住嘅環境咧，其實都有提升到。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個本意嚟嘅，而都令到佢咧同我哋話我純粹俾錢你係出於一個好意，唔係我係真係睇緊表演，而呢個表演係令到成個空間提升嘅。咁所以呢個咧，我都覺得係佢擺翻落去話嗰個擴音器咧，都係其中一個要考慮呢一樣嘢啦。所以我 buy Judith 頭先所講。唔係一定要係大聲，究竟對於嗰個空間對人嘅距離係咪舒服咯？呢件事係咯。空間提升亦都未必淨係音樂嘅，即係其他藝術形式都會幫到手。係啊，其實今時今日咧，我哋聽，尤其是喺香港咧，好多時一聽即係 busking 呢個字，就會真係諗起係音樂嘅表演啊。但係事實上，街頭表演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㗎嘛。譬如話，我覺得好深印象係我人生細個啲嘅時候，第一次去歐洲嘅時候，成日都會見到啲活雕像啊。咁可能你打傷少少，佢就會喐下啊，同你有啲互動啊。亦都有其他形式嘅藝術表演啊。甚至我諗翻起以前中國嘅古代咧，會有一啲皮影戲㗎嘛，即係攞晒啲道具箱出嚟，亦都有即係喺度做 set 咗個舞台去做戲啦。亦都有中世紀嘅歐洲會有一啲吟遊詩人啊咁樣樣，亦甚至亦都有去到明清最鼎盛嘅章回小説嘅時期，就係會有啲説書人 set 咗啲牆喺個空地嗰度，就每晚就講一個章回啦，上回講到乜乜乜咁樣，其實係好多姿多彩嘅。咁佢哋都有，當然都係有打賞啦，即係覺得講得好精彩，就有啲銅幣啊咁樣。咁其實係有各種各樣嘅。咁但係感覺上咧，去到即係香港咧，唔知點解總係會諗到係音樂嗰啲嘅。可能唔知係咪 set 嗰啲傳統嘅道具比較大型啦。又或者係而家多咗好多渠道，已經可以去影視娛樂嘅嘢，令到唔需要喺街頭度做嗰啲皮影戲等等咁樣。我諗個藝術形式轉咗去其他媒體係真係有影響嘅。例如說書人咁，曾幾何時咧？如果你睇翻說書人，直頭係一個要拜師嘅，即係你要跟個師傅，然後佢教你點樣講個《三國演義》。講到每一個位咧，例如佢哋以前我睇翻啲記錄話咧，例如個師傅會教你點樣用把聲嚟扮嗰啲馬行嘅聲音啦，馬即係馬蹄嘅聲音啦等等啦，或者馬即係俾人吉到咁要叫咁樣，咁嗰啲聲全部都要學嘅，即係自己學晒聲效，一路講書一路學聲效，然後就表演。但係今時今日嗰樣嘢已經被即係廣播劇取代咗啦，即係我撳出嚟就撳到個聲就會講咗，慢慢又會式微咗。咁所以其實唔同藝術形式通過唔同媒體又會開始即係有啲變化。但係好似音樂就係真係比較即係長久地都停留到喺街頭表演，係咪一個即係叫做主流嘅街頭表演裏邊嘅藝術形式咧？我覺得係，可能係因為唱歌咧，你行過就隨便可以已經聽到一句，係用好少時間就聽到一句，即係可能香港人真係比較急少少嘅。如果講到啱啱話説書啊嗰啲咧，咁除非佢本身對呢樣嘢好有興趣咯，但係如果唔係就都未必會肯擺太多時間我嚟聽一個章節喎咁樣。歌咧可以隨時聽一兩句就走啊嘛。係，所以嗰個空間嘅提升有陣時就係連喺個城市裏邊嘅嗰個速度啊。即係我哋要快，咁誒最好就係聽到一兩句就已經哇覺得提升咗個空間嘅感受。係啊，其中一個因為對於觀眾嚟講咧，街頭表演點解會係吸引咧？係因為佢係不費力地可以去做一個互動。所以頭先阿 Judith 講咧話，唱歌我聽一兩句，跟住我又可以走。佢唔需要費勁，佢亦都好大嘅自由空間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例如可能某一啲形式，其實嗱，
咁樣講，好多形式，例如頭先阿 Alpha 所講嘅，喺度定咗個成個嘅形象，跟住大家去睇，跟住有時喐兩下，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可以不費勁嘅咁樣，係啦。但係嗰個 audience 嚟講嘅話咧，互動性又好似唔夠強。不過呢個咧係同香港係好有關係嘅地方啦。究竟香港人係中意有啲乜啦？即係就算你睇演唱會都要爆晒好多嘅表演啊、煙火啊咁嗰隻㗎嘛。佢連街頭嘅表演咧，我覺得喺香港咧都要有多啲嘢睇，冇乜耐性。係啊，冇乜耐性。嗱，但係我要澄清你嗰句嘅就係其實嗰啲定喺度唔喐啲好費勁，即係佢要唔喐嗰下係費勁。audience 唔費勁，audience 係啦，我行過嗰啲係咪勁？我哋睇翻整個即係街頭表演喺個城市裏邊嘅出現，其中一個剛才即係仲遠提到就係關於個空間嗰個感應嚇，空間嗰樣嘢，呢個好值得講，因為其實點解個城市要讓出公共空間去俾街頭表演者？嗱，用讓呢個意思係咩？就係因為公共係應該係平均 share 噶嘛，而街頭表演嘅時候，的確嗰個時間咧係佔有咗嗰個空間嘅嚇，咁所以用讓呢個字。但我想講嘅就係街頭表演者咧，往往都係對於嗰個城市嘅空間嘅敏感者，即係有邊度可以做到 busking， 邊度做唔到，邊度人流多啲，邊度人流少啲。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經驗，或者係同個城市之間嘅互動嘅經驗，係嘛？有關係啊！我哋自己做 busker 嗰啲咧，就有個秘訣嘅。咁就咧，通常都係睇街磚做人。係啦。咁咧，通常你見到咧有啲私人地方啊，即係譬如可能商場門口啊嗰啲咧，你會發覺，咦，佢哋地下個街磚咧，同一般出邊真係你多數見到嘅街磚嗰啲樣啊，係唔同嘅，即係可能特別靚啲啊、大塊啲啊，定係咩唔同嘅形態。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避免呢啲地方，因為始終人哋私人空間可能係。即係你都冇理由可能喺人哋學校門口後唱歌啊，或者商場，因為商場佢哋會有佢自己商場活動㗎嘛，係啊，咁除非可能你同商場申請定係租咗場嗰啲，如果唔係佢唔會俾你用㗎嘛，所以係我哋做 busker 嘅要自己避開一啲唔可以用嘅地方，要自己醒目啦，呢個就係靠經驗咯要。係通常就係話你見到啲例如地鐵同商場之間嘅界線啦，或者然後再加埋第三就真係街道嘅界線啦，你會見到佢哋就會揾翻嗰啲位去做。咁呢個第一個咧就係通過認識個城市嘅秩序，即係話邊一個負責去管轄邊一啲地方，邊啲地方係容許即係至少喺某個時間裏邊即係街頭表演嘅發生啦。另一個就係人流咯，人流個揾有冇咩秘訣嘅咧？有嘅，唔可以太多，但係唔可以太少。即係好似講緊啲冇用嘅説話咁，唔係嘅。太多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塞人啊。啲人塞嚟塞去嘅時候咧，個個都諗住揾條路去行走就算㗎啦嘛。其實佢哋唔會在意你喺度做緊啲乜，係啦，即係咁我寧願快啲行咗條路就算啦。哇，咁多人，跟住如果我嘅歌聲令到有啲人更加係真係企喺度聽嘅話，咁我就造成咗滋擾喎，為咗大家。咁如果太少人咧，就冇人流咧，就變咗好似做呢件事又冇意義咯。但係你剛才講個滋擾咧，係我哋城市嘅呢一個其中一個關鍵詞嚟嘅。有啲人去咁樣講嘅，即係話研究街頭表演喺世界各地嘅發生嘅唔同嘅形態，其實係反映咗大家對於個城市嘅想像嘅。即係話唔同嘅城市佢會關心唔同嘅事情嘅。喺我哋嘅城市咧，我哋比較關心就係個秩序啦、個滋擾問題啦，會唔會阻住人？好容易嘅，即係你會唔會阻住人？我哋由細到大家教都係咁嘅，你做嘢唔好阻住人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影響住我哋嘅諗法嘅。但喺某啲地方，佢個文化未必係咁嘅，就係覺得多姿多彩，有唔同嘅事情發生。其實呢啲通常個城市嘅底蘊咧，會直接影響到個街頭表演喺城市裏邊發生嘅模式，係咪？有啲地方就會樣嘢都得嘅，有啲地方咧就多啲規管嘅。其實呢一個都係可見於即係嗰個表演本身。我諗其實呢樣嘢係關頭先講嘅城市嗰個對於呢度個城市面貌有啲乜嘢想像有關，即係譬如話，如果係歐洲或者係亞洲嘅第二啲城市又好，佢哋係會覺得有呢啲表演者喺度係好正常，同埋係根本應該係咁噶嘛，佢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種滋擾噶嘛。即係譬如話，可能佢哋嘅公園每個禮拜都會有呢一個 rockabilly 嘅跳舞活動嘅咁樣，咁佢哋係慣咗，我諗嗰度嘅
人咧居住喺嗰度嘅人都會知道佢哋會發生，而佢又接受咗同埋係期待呢，覺得呢一樣嘢係正常嘅日常，而唔係一種滋擾咁樣樣啦。又或者係或者係歐洲好興嘅好多嘅flash mob 啦，即係突然間會好大型嘅活動，甚至係排練到成條街都唔同嘅呢棟樓嘅上面走出嚟，呢度第二度走出嚟，但係啲人就會好開心地睇或者去影相。我唔知道呢個喺香港係咪會俾人投訴話阻住我搭車定係返工定係點樣？即係如果係某個即係大嘅即係一啲已經申請咗啊，咁可能都會做到嘅。但係嗰個即時性，我諗又難啲想像喺我哋嘅城市度發生。咁但係啲城市就係調返轉，就係佢對於個藝術嘅質素好高嘅時候咧，佢對街頭表演嘅規範可能係咩？就係佢唔俾你永遠長住喺嗰度咯，即係可能10幾分鐘要轉。即係剛才仲要話，即係啲居民係嘛？你點樣提升個空間好聽嘅歌？但係個問題你幾好聽嘅歌，我每日都聽10幾個鐘頭都好大件事㗎嘛。咁所以好多政策就係你要轉嘅，你可以表演，但係你要去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嘅人要去取代你個位咁。通過個轉換去令到嗰個多姿多彩會出現。咁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即係街頭表演一個即係喺唔同城市想像之下有唔同嘅形式。係啊，即係究竟嗰個城市點樣定義一個公共空間為之好、優美、靚？係啊，呢個就係根據佢嘅文化啦，根據啲人嘅習慣啦，所以會令到咧，究竟佢接受啲乜嘢存在，而唔接受啲乜嘢存在，有啲咩規矩係隱含咗咧，就喺個城市裏邊。咁啊，翻嚟下一節啦，即管繼續講下，究竟街頭上邊作為一個表演者，仲要注意啲咩咧？繼續傾。繼續學人沙龍，我哋講下呢一個街頭好聲音啦。喺街上邊嘅好聲音，除咗係即係歌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表演模式都會有唔同嘅聲音嘅。即係無論係剛才講即係魔術嘅表演，甚至有啲城市會容易啲容許雜技嘅表演。咁但係嗰樣嘢就真係同個城市空間有關係啦。即係可能想像我哋喺香港即係比較窄、比較多人嘅街巷裏邊有雜技表演，因為個危險性好高。咁所以其實一個城市嘅設計同佢有咩藝術形式，其實都係息息相關。我想舉一啲例子係行為表演嘅藝術，而佢之所以要喺條街嗰度，係因為佢好需要同人哋嘅互動先至可以成就到呢一種嘅藝術啊。比如話係奧地利嘅一個行為表女權主義藝術家叫做 Valérie Export 啦，咁佢係都幾重要嘅一個女權主義嘅藝術家。咁佢咧就喺自己個身嗰度整咗一個箱，同埋有一啲紅色嘅布幕簾，就好似電影院咁樣嘅，你掀開個紅布入去。咁但係佢點樣咧？佢裏邊係冇着啦，咁就包住自己嘅啱啱重要嘅私人部位。咁佢嗰個表演嘅主題個 title 就叫做你睇電影啦咁樣樣。咁其實就係計時嘅，邀請一啲路過嘅街道上嘅人，男女老少都得㗎喎。佢話我計時30秒，你伸隻手入嚟就摸我啦咁樣樣。咁佢就計時嘅。咁但係全程咧，其實佢就同你就對住眼咯，咁佢就想講嗰樣嘢係女性一直以嚟被影視啊，或者係文化上被當做係一個被凝視嘅角色啊。咁呢一度咧，佢就叫睇電影，但係佢就冇得睇啦。佢就係親身去到用身體去到俾你觸碰，然後佢就用眼神去對住你，真係正面望住，咁就挑釁咗啲觀眾佢哋嘅會覺得可能有啲尷尬，即係反映咗你嘅慾望啦、尷尬啦，即係各種各樣嘅嘢去到反思翻呢一樣嘢去挑戰嘅。咁所以係呢一類嘅表演咧，就係帶住一種訊息要去表達咯。呢度落翻個注腳啊，即係我諗喺行為藝術同埋當代藝術裏邊，即係女性身體即係被客體化啦、被凝視啦，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個主題。咁而呢一啲類似行為藝術，即係舉例，即係有啲藝術家會喺擺唔同嘅工具喺一個展場裏邊，然後大家可以用任何嘅工具喺我身上進行任何嘅動作咁樣。咁可能嗰個就係指定，咁但係會話，咁呢個行為藝術都係喺嗰個叫做一個特定嘅空間，例如一個博物館或者一個展覽廳裏面做。但係當佢擺到街上咧，佢要講嘅嗰個 message 或者要探討嘅問題又會轉變，即係話個空間再配合嗰個行為藝術，
會產生唔同嘅訊息。咁呢個亦都係街頭嘅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會將個表演形式或者個內容係會有一種嘅轉變嚇，因為個空間嘅使用。咁但係呢個亦都係靠我諗係個表演者想去做到一個咩嘅效果啦。咁而亦都係翻轉頭就係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法例嘅許可、唔同嘅城市先會知道究竟最終係一個大眾點樣接受嘅形式。同埋唔同觀眾嘅習慣，即係我能夠想像到咧，例如喺香港咧，高互動嘅街頭表演，例如行為藝術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可能佢有條樓梯，有張彈床，跟住又會同啲觀眾可能係交換啲物品咁樣，咁我好難想像係會個參與性好高咯，難啲做到。係啊，我見咧其實有曾經有啲雜技嘅表演喺香港發生過㗎嘛。但係要揾人去參與咧，出嚟一齊去表演咧，或者係佢係其中一部分咧，係難到不得了嘅。次次去到邊度，去到嗰度嘅時候係咩人出嚟咧？係小朋友。係啊，係啦。咁啊，家長就喺度影相啊，小朋友就去玩啊，即係次次都會係咁樣嘅。所以你都要好睇嗰個，即係個觀眾嘅參與度究竟係有幾強？香港嘅街頭嘅觀眾係咪都係內斂啲啊？都係㗎，即係唔好講話有好多動作去做啊嘅事情咧，各種互動啦。就算叫佢唱歌，可能一齊拍下手咧，佢哋都唔係唔拍，但係會見到佢嘅表情咧，覺得唔係完全100% 去 enjoy 件事咯。我可以理解，完全。我都係可以理解。即係我拍手好難㗎喎，咁呢一個都係我諗係好多我對於街頭表演嘅想像嘅落差。即係無論從觀眾係咪去期待個城市嘅空間出現一個乜嘢形式嘅街頭表演，以至於街頭表演者對於其實個表演會變成點？其實講翻轉頭就係呢件事係咪真係咁浪漫嘅咧？因為我哋一講起街頭表演，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嘅都市神話嘅，即係例如佢講緊哇 Ed Sheeran 就係咁樣嚟㗎咯。即係話再早遠啲 BB King 都係即係咁樣去從街頭一路變成即係大師嘅喎咁樣。其實係咪每個街頭表演者其實裏邊都藏住呢一個即係想像或者即係期望嘅咧？我諗可能都會有嘅，我自己就少啲咯。可能我比較專注喺嗰個歌唱嘅質素方面咯。係或者自己嘅表現咯。我有一個我都唔知係咪叫做壞習慣嘅一種習慣啦，就係每次去完 busking 咧，我都會睇翻我自己嘅表演嘅片，咁我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改進啊，可以即係檢視下自己有咩做得唔好咯。你係一個全職嘅街頭表演者。係全職嘅意思係點樣安排你嘅工作時間嘅咧？我而家就1個禮拜1次啦 busking， 即係時間許可通常都可以嘅。咁除非嗰排就成日係咁落雨啊，咁我去唔到啦，因為室外啊嘛。咁可能你都會覺得，咦？咁你收入方面點樣搞啊？係咯，係啦。咁我自己就會當啦。busking 其實都係一個宣傳自己機會，係啦。咁就話俾人知，我唱歌係咁嘅。咁究竟會唔會有啲人可能有需要揾我表演呢？可能商場又好啊，私人活動又好啊，或者可能一啲週年派對啊各樣咁樣。而家咧有人話，即係無論唔係淨係香港嘅，即係我諗你睇翻國際咁先算啦。其實咧都係講緊街頭表演係越嚟越難去作為一個單一收入，然後即係能夠生存嘅一個項目，因為免費文化實在係當道。即係免費文化，即係你唔使錢就可以得到娛樂，已經係成為咗個常態，而令到街頭表演係更難去維生。所以大家都會當街頭表演唔單止係一種維生嘅工具，我覺得甚至乎係少啲嘅。如果尤其是喺香港，當係一個宣傳嘅途徑啦，亦都當係一個途徑入行嘅，或者係能被看見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啦。所以佢又有佢個浪漫程度咯。係嗱，因為如果你單純地返工啦，不如去街頭嗰度做嘢啦咁樣，咁你唔覺得嗰個浪漫喺邊嘅？其實佢嗰個浪漫就係我唔係一個維生嘅工具。我係一個途徑，要嚟滿足到我嘅慾望又好。當然最浪漫嘅就係我嘅夢想，係啦。咁某程度上，如果你話心理學嘅話咧，係有少少嗰啲
係存在主義心理學咁樣咧，即係我要透過困難，我面對解決啲焦慮，解決身邊嘅一啲事項，令到我可以體會到嗰種意義，跟住我追尋夢想當中嘅艱辛，從而知道咧我嘅意義，我對夢想嘅意義，我自己中意啲乜嘢。其實呢件事咧係好同而家嘅資本主義或者商業社會所要求嘅嘢咧係相抵觸㗎嘛。所以都係嗰句浪漫，越難越愛。係咪？即係嗰件事係困難，所以就想去做，亦都會浪漫化咗。另一個會浪漫化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幾高風險嘅即係表演形式嚟嘅，都要咁講。即係高風險嘅意思係其實嗱，好容易會造成衝突啦。即係街頭上都會有衝突啦，即係因為公共空間嘅使用係嘛。另外就係真係有機會係可能會觸犯一啲法例啦。當你即係冇做好你需要做嘅可能申請啊，或者個噪音嘅問題啊，等等。咁所以呢樣嘢個風險令到嗰件事變得浪漫，亦都令到好似呢個表演係係咪應該要點都要試下咧？對於年輕人又好似一個吸引嘅地方，但係咧呢個浪漫咧又造成另一樣嘢喎，就係一啲即係真係歌手藝人又會透過翻呢個方式去做宣傳嘅喎，呢一個就好似令到佢哋有個好似好貼地嘅一個標籤或者一個效果出現到咁。我諗起一個例子咧，就係可能係更加似係一種社會實驗啊。咁係外國有一個好出名嘅小提琴家啊嘛，咁佢喺地鐵嗰度就係免費咁樣去表演，但係我唔知係咪佢係免費定係都會 expect 人哋去打賞嚟嘅。咁但係啲人就匆匆路過就冇乜人聽或者俾好少打賞啦。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好知名嘅音樂家，而佢一張飛入場係好貴㗎。佢45分鐘表演咗，好似最後得到嘅收入係唔多過20蚊美金。係，據聞仲係有觀眾係其實買佢飛嘅。係啊，但係個樣咧，因為係喺街頭見到咧，係唔似咧，突然間 underweight 咗佢，覺得佢嗰個 quality 啊、質素啊，唔應該值得係俾咁多嘅欣賞時間嘅咁。有陣時會唔會都會沮喪嘅咧？即係因為喺街頭而覺得係被漠視或者被忽視嘅時候。咁我又冇喎。因為如果假如真係有一刻覺得，咦，我嗰個思想去咗呢一個位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叫自己唔好咁樣諗。咁我係要做好我自己啊嘛。可能我自己個內心比較強大啲，即係對於呢方面，可能好多嘢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可能自己嘅經驗啊，有幾多啊，咁啊試得多，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點樣諗，同埋對自己嘅信心嘅關係咯。呢個心理建設係咪用咁嘅方式嚟幫到手，定係？其實本身已經夠強大，所以係可以咁樣 shift 到。嗱，首先咁樣嘅，佢一定要有個門檻夠強大先至可以做到。即係嗰個表演嘅質素。表演質素或者係做街頭表演啦，即係呢個純粹係從我同阿 Alpha 嘅兩個經驗啦，即係我哋兩個係做，即係有啲尷尬嘅。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公開表演已經係有一定嘅質素，而喺街頭嘅表演，我認為係比一個公開表演可能個質素會更加大，因為佢未受到認可啊嘛。你可以喺一個舞台已經某程度上，總之主辦單位已經認可咗你啊，係啊，買唔買到飛先至再另計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好嘅心理質素。呢個係其中一個。但係頭先嗰個咧，我覺得係阿 Judas 個心理質素好。係，因為例如究竟觀眾多唔多？我想同佢有一個眼神嘅接觸，但係其實佢哋會唔會同我有好多咁嘅接觸咧？我有啲互動，例如想大家拍下手掌嚟到做個節奏咁樣，點知咧又得2、3個去做呢件事喎咁樣，甚至乎佢可能係唔敢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其實我有時候佢可能係會真係時間越長嘅時候咧，佢嗰個意志消磨咧，同埋心理嘅堅強情況咧，係會受到啲打擊啦。我覺得呢個都好正常。因為講緊即時性啊嘛，咁即時反應好就話啫。咁但係一路唱嘅時候，個反應都咁差，咁我即時個回歸咪應該係我又會表現得差啲咯？冇呢個咁樣嘅即係一個壞方面嘅互動嘅咩？可能都慣。都慣咗，覺得咁梗係時好時壞㗎啦，唔會去到每個地方個個人都中意聽你唱歌㗎嘛。咁所以要接受咯。係，我估呢一個我哋話街頭表演咧，作為一個舞台咧，都真係一個幾殘酷嘅舞台。究竟喺呢個舞台仲有咩要注意咧？下一節翻嚟繼續傾。
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咧街頭好聲音。剛才講到啦，即係街頭對於表演者嚟講係一個既殘酷又浪漫嘅舞台。即係殘酷就係好即時嘅反應，而即時嘅反應可能係冇反應。但係同時間佢又令到我哋有一啲嘅想像，可以好似唔同嘅人都可以使用到呢個公共空間咁。其實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就係，我覺得都係要多謝下即係街頭表演者嘅。因為其實嗰樣嘢就係好難去做，但係依然去做，就令到街頭有多啲唔同嘅事情發生，去豐富咗我哋嘅即係城市裏邊嘅生活啦。懷住呢一個心態，係咪令到自己調整自己嘅心理嘅嗰個即係抗壓力都會幫到手咧？都會。係唔好諗太多，其實專注翻喺自己身上，但係又唔好忽略觀眾咯。但係即係可能諗嘢唔好咁負面先咯，先唔好覺得我會影響人，又或者係人哋會唔會唔中意聽我唱歌？係諗下我究竟我做啲乜嘢，人哋會中意或者幫到人，或者令到成個城市嘅氣氛啊，或者喺呢個公共空間個感覺咧會變得好咁樣咯。我覺得街頭藝術同街頭表演咧係需要分開嘅。即係我哋今集係最主要講街頭表演，而嗰樣嘢就表演者同埋觀眾之間嘅呢個關係咧係比較重要嘅。即係意思話街頭表演好多時候你真係要俾啲表演對方，即係話就算你唔係娛樂對方，至少係吸引對方嘅眼球，或者係同對方有一種一定程度嘅互動性，咁先納入去即係街頭表演嘅呢個範疇裏邊啊。認同啊，係啊，而觀眾嘅參與度係高嘅，唔係高嘅，應該係咁講。觀眾嘅自己嘅參與度係高嘅，即係佢未必同個表演嘅參與度係高，係佢自己作為觀眾，我嘅參與度係高嘅。即係觀賞都係一種參與啊嘛。係啊，因為咧，其實其中一個街頭表演咧，佢會做到一個情況咧，係叫瞬間社群或者瞬間社區。係啦，唔同表演咧係會有唔同嘅瞬間社群嘅，即係你當係其實嗰啲flash mob 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即係例如唱歌，大家就去聚埋一齊。咁呢一群大家會係點樣嘅咧？例如，如果嗰個係一個民歌嘅情況嘅，大家就可能好靜靜啊，咁喺度摁下咁樣。咁如果係大家咧有好多有啲嘅樂器啊，好多唔同嘅成隊 band 咁樣個情況啊，咁大家聽嘅時候咧，或者做嘅嘢咧，亦都會有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似係個觀眾咧，講真唔係個個都係特別一定要係，哇！我中意聽歌唱歌。其實佢見到一個咁樣嘅瞬間社群，我都想去參與下喎，睇下究竟嗰度發生乜嘢事喎，跟住我睇下我中唔中意嗰種嘅氛圍喎。咁所以街頭表演係會做到呢一個咁樣嘅瞬間社群嘅效果。所以個話 Judith 話要諗下觀眾，着重觀眾啦。我認為呢個就係街頭表演裏邊嘅重要因素，係咯。我諗有一個我仲係諗緊到底繪畫點樣先至叫做係一個表演嘅藝術。即係如果係好似塗鴉咁樣，咁佢都係好即興，但係佢畫完就即刻走。如果係冇人旁觀緊觀賞咁可能佢就未必當係一個表演嘅藝術，因為冇表演嘅成分啦。咁但係如果係喺地下畫嗰啲 3D 畫咧，即係佢畫緊嘅時候，啲人就又駐足觀看啦。咁完成咗之後咧，有更加多嘅互動時間啊！即係我企喺某個角度係咁影相咁樣，就即係好似打卡點咁樣。咁所有呢啲互動夾埋佢觀賞佢，就可能係成為咗一個表演藝術咁樣咯。係啊，呢一個我諗就係佢有冇令到別人或者喺個城市裏邊其他嘅生活者，佢哋個行為模式嘅轉變。咁呢個就係一個我諗係真係好學術地去講所謂互動嘅意思。即係例如我行走路線，因為你幅畫而要作出改變。即係例如我咁樣行落去好似會跌嘅喎，即係個 3D 畫嘅效果啦。咁佢要繞路嘅話，其實嗰個都係一個互動嚟嘅。咁好多時候有人就會認為街頭表演對一個城市嘅重要就喺呢一度啦，就係話本身街道就係一個好中性、一個好功能性嘅存在，就係人流嘅一個空間咯，即係人流動嘅空間，咁就係街道啦。但係當有咗表演之後咧，嗰度就唔係單單係個空間啦，佢變成一個地方。個地方意思就係人喺嗰度生活，人喺嗰度有意識。我經過嗰度嘅時候，我做咗啲乜嘢？咁所以街頭表演點解話其實都係應該我哋要去即係好好去多謝大家
去讓唔同嘅表演形式會出現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豐富咗我哋嗰個喺街頭裏邊嘅生活實踐啦，令到我哋覺得個街好玩咗啦。咁呢一個我諗都真係街頭表演者自己都係有一種咁嘅心態，去令到即係持續去滋養住自己去做一個表演嚇。會啊，係都要覺得自己做嘅嘢係有用咯。係啊，即係一開始咧，我自己一開始啦接觸 busking 就會覺得就係滿足自己咯。但係因為你對得觀眾嘅時候咧，就唔係咁簡單，係啦。梗係你做得一件事，我自己啦，係唔係都係出去唱可能個零兩個鐘咁樣？咁點樣把握呢個零兩個鐘咧，可以俾到嘢俾自己，亦都俾到嘢俾更加多嘅人去感覺有唔同嘅感受咧？喺外地咧有好多嘅一啲例子，就佢哋會去為街頭表演者去設立好多唔同嘅制度或者牌照，即係大家又點睇呢一個咁樣嘅做法？我諗街頭表演者應該係唔係太過中意，但係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好難去定嗱，因為我覺得如果係全有機嘅情況出現咧，係可能會令到呢件事尤其是喺香港，即係香港最特色嘅就係地少人多啦，除咗水深廣闊，即係小學讀嘅時候係啦，咁你地少人多。當如果我冇呢一個嘅全有機嘅情況之下咧，係會令到例如你話爭拗啦，又或者係令到呢件事最後係唔能夠發生啦。我覺得係好大機率會出現咯。但係你要拿捏呢一個嘅中間點咧，又好難，因為你當全部都話限住時間啦，你幾時去邊度啦？咁呢個對於 busker 嚟講，無論邊種形式嘅表演嘅話咧，佢都可能未必會中意，因為佢哋有時候好講即興嗱，又或者我頭先咁樣講啊，阿米哈你都有頭先話好多謝佢哋令到個城市係咁樣，好得意啊嗱，佢係好幫到個城市，但係 busker 佢係可能唔係咁諗，但係佢無形中就做到呢件事。佢就係諗我想我自己即興就出嚟，點知呢一個大家嘅即興咧，令到個城市個空間大家都好中意，好有活力。但係如果當我冇一個特別咁樣嘅規管嘅時候咧，呢件事又可能唔能夠，最終係唔能夠發生。係啊，我覺得係好難拿捏呢個。所以翻到轉頭就係其實首先第一個問題，剛才仲遠提到嘅就係其實街頭表演者之間。係咪都會有陣時會有啲衝突啊，或者有啲爭執，即係或者至少係即係大家共用個空間㗎嘛？咁但係當冇一個叫做好明確嘅原則嘅時候，其實嗰樣嘢個互動係點嘅咧？通常如果喺一個地方點樣講咧？一個 busking 嘅位置度啦，咁通常都唔會話想有兩個團體嚟去 bus 咯，即係可能一次得一個團體或者嗰一個人就好啦，唔好有第二個人喺隔離又唱第二啲歌咁樣咯，咁啊炒埋一碟嗰啲聲係啦。通常咧有啲有幾種做法嘅，咁最好嘅咧就係大家商量，究竟你幾點唱完啊？咁我喺你唱完嘅時候咧，我就等你完，我就到我唱啦咁樣。咁有啲會咁樣傾啦，有啲咧真係唔講道理嘅，就係一味講咯，話呢度公共空間嚟㗎嘛，邊個唱都得㗎。而家咪一齊用咯，有乜所謂啫？咁樣我喺遠少少啫嘛，對你冇影響㗎。咁但係如果咁樣，咪對做咗嚟嗰人又唔公平咯。咁所以嗰啲爭拗咧就係喺呢度嚟咯。係啦，所以啱啱 Muse 講話，如果有排嘅話，咁可能就會分啲時段啦。係啦，咁樣嚟去安排，咁又會好啲咯，即係唔使拗啦，大家。但係如果有個牌嘅時候，咁就變咗我定時定候申請咗先喺嗰度唱。咁我如果嗰一個日個心情，我覺得可能我表演發揮未夠好喎，會咁我又唔想去喎，咁我一申請又要早成個月咁樣，咁就會變咗又少咗嗰個好 free flow 個意思喺度。所以都係兩難嘅，即係睇你唔同嘅場合、唔同嘅遇到唔同嘅事。有啲時候就突然間都係期望有個系統喺度，有個牌照好似易啲，但係同時間又會覺得咁又好似削弱咗嗰個即係即興性咁樣。會唔會咁舞蹈咧？即係如果佢哋係會唔會係有啲譬如話説唱啦、好 rap 啦，或者舞蹈咁樣喺嗰個地方都共存嘅時候，佢哋就用嗰個比拼嘅方式嚟到去 jam 咁樣，會唔會係反而即係咁樣嘅話，可能又衍生咗另一種有機嘅即係觀看性嘅嘢喺度等等咁樣咧？呢個幾好睇，我喺第二度嘅地方國家咧，係睇到係跳舞咯。
即係基本上咧係應該係佢係播一首歌，跟住咧大概30零秒，跟住就有一班人出嚟去跳，跳完之後咧，咁跟住咧大家就即刻又播第二首歌，咁跟住咧就睇下邊一個識呢首歌咧，大家又走出嚟咧去跳，咁有時咧係對跳嘅，係啊。類似咁，我唔知佢哋係點樣組織呢個空間出嚟㗎。但係作為觀眾咧，我認為係好好睇。係啊，即係嗰個嘅流動性啊，跟住嗰個嘅多樣化啊，同埋咧令我覺得咧嗰笪地方咧係好有活力。係啊，所以你頭先講嗰個咧，我唔知佢點樣組成嘅。即係例如你唱一首，不如我又唱一首，就睇下點樣。如果能夠組織到咁樣又唔錯。但係因為都係反映個城市嘅嗰個文化嘅特色嘅，我覺得喺香港未必咁容易做到嘅，係嘛？即係我覺得表演者本身應該係帶住一套佢想表演嘅東西嚟嘅，嗰個即興性或者即時性咧，多啲係傾向於同觀眾之間嘅互動，但係表演者與表演者之間咧，我覺得未必咁容易有咁多嘅即興即時嘅嘢發生。有冇見過？如果有嘅話咧，通常都係有一個主辦單位去統籌呢件事咯。如果即係自己組織咧，就冇。係啊，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難啲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容讓唔同嘅想像？即係我諗我做呢一集或者呢一節去講關於唔同嘅可能性。點樣可以做到個交流表演？其中一樣嘢就係想話，究竟有冇一個方式或者多啲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個城市係有唔同嘅表演形式可以出現到啦，咁而其中一個有人會講嘅就係，其實就係個公共空間嘅想像，即係當你公共空間可以容讓街頭表演越多可以發生，其實就越有唔同嘅形式可以出現到。咁可能呢一個都係一個我唔知咧，係教育或者係即係個城市嘅一個學習嘅一部分咯。我某程度上覺得係而家嚟講係有啲城市規劃。係啊。係，你想有機發出嚟啊？定係你想我有規條而大家試下 break 一 break 咗佢，跟住睇下有啲咩出嚟啦？就咁樣嘅選擇。好啦，希望大家下次喺街頭上面聽到好嘅聲音，記得留低欣賞下。